純天然護膚品啊，可能係爛面突然出斑反黑嘅元兇啊！2025年有份覆蓋咗超過40年、超過40萬人嘅醫學研究發現啊，原來咧啲敏感體質嘅人咧並唔係對乜嘢特別敏感㗎，但係竟然對一啲植物性嘅嘢過敏㗎，例如對一啲菊科類嘅相關成分啊，呢啲嘅植物分子咧正可能收買你張台上面嗰啲純天然護膚品入面啊，仲有更得人驚係植物分子再加埋紫外光咧，有可能引發光毒性反黑㗎，例如啲金桔類啊、檸檬皮係有感光成分嘅。嗱，你搽完呢啲嘢仲去曬太陽，會誘發一啲光化性嘅皮膚炎㗎。嗱，皮膚會先紅腫、刺痛，甚至會起水泡添。好多人突然爆斑啊，或者色斑突然間深咗咧，好多時咧其實中咗光毒啊，搞到發炎後反黑咯。紫外線加埋發炎咧，就係黑色素嘅加速器嚟嘅。嗱，當你皮膚發炎，底層就好似開咗個摩打咁樣，不斷釋放黑色素嘅。你仲想啲斑退？你仲係日日喺度搽錯嘢，皮膚不斷喺度發炎，邊有咁易退啊啲斑？科學嘅真相係天然分子一樣可能係致敏，可以係反黑嘅。嗱，下次你買純天然產品之前咧，你要諗多一步。留言天然，我會送你一份高危植物成分避雷清單。